后来，过来是立法院会将来处理国民党团所提出的反废死、反戒严的公投，朝野再度来爆发着激烈的冲突。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一直压瓜仔来卡刀啊，结果这个瓜仔断做两截。 飞出去，去牵到徐卡心，徐卡心去验伤，准备要来告郭建明。手压瓜仔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准备要来卡刀啊！边仔技术人员看到，赶紧把手机啊收起来。就连头前的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看到嘛，惊一条，随停落来。 瓜仔当做两瓜喷出去，直接就甲徐卡心拍到，刀啊嘛互讲一空。 徐卡心事后提出验伤单，若是共党的立委来闹话关心，立院院长韩国瑜嘛来关怀讲，大家人拢是爸母的心肝仔，替徐卡心化委屈。敲拐杖飞出去，徐小新把我的拐杖捡走，拿给曾正乾，然后藏起来。辅具不应该变成攻击人的凶器。 我会请律师去向柯建明总召提告。继当讲徐卡心的手骨乌青，准备要向郭建明提告。不过调解的这个纷争，拢是为着新党的游志斌顶礼拜从立院会直播，立业不满立院的处罚伤过轻，发动杯葛，一直到暗时6点，那也阁占领主席台，同时宣布反废死、反戒严两项公投要进二读。那议事一直拖，就连市政总质询拢无通进行。调解定也阁针对会议 时间有无同的意见？立法院院长没有宣布散会，行政官员就应该要在立法院等待备询。 如果已经在质询当中了，那已经超过6点，那当然要去做自动延长的这个动作，不需宣读。可是他们现在是自己在解释法令。立委陈培如提出影片，指出行政院长杜英泰有甲韩国瑜问讲，敢会使离开，而且当时质询也未开始，到底会议时间要安怎认定？民进党团今仔日直冲院长室，要求韩院长来解说一下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